面目大嘅就咩拢客栈，拢客栈片面话，汉语面的叫做拢客栈片面话。麦南面演的不慌。麦南面演的不慌，的不慌。休字休字讲，休字讲，熬住了绿酒的椒，绿的椒熬住开闸呢，绿的椒，熬住开闸呢。开闸呢，开闸呢，做开闸呢，麦南面，盐，北光，荒，北光，荒。休这讲，绿的椒，绿的椒，熬住，开闸呢，开直的，做开闸呢，麦南面有位人，麦南面演得不慌，在荒地方，休姐喊着道：“你得教他的路熬住开闸呢，闸直开直的。麦南面演得不慌，休着讲你得教熬住开闸呢，他的路要铺平铺直。”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宁宁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